2020年哦，伫中华有一个姓罗的未成年少年人，和头家虐待。监察委员是认为讲，咱国内针对青少年抵抗ခွ強的規定是真傷人，所以行政院應該要求各部會重視兒少工課場的安全，避免經濟弱勢的囡仔哦，互欺負甚至受害。2020年，中华一个细落的少年人和拄成年的适龄的查甫人，伫食头路的期间，互因的头家虐待，甚至用电刑，造成细落的少年人伊的脚趾头仔爱截掉，根本是台版柬埔寨。监察委员申请调查这个案件，要求行政院爱监督各部会重视儿少集中的安全，比照重大儿童虐待检讨机制，检视青少年的劳动政策。雇佣青少年的监管法令事实上是宽松，让少年更容易特别这些经济弱势少年提早进入就业市场，会沦为人口贩运的高危险群。监委也表示，这个案件细龄的查甫人因为封拘禁伤久，要到无法度去便利商店偷物件来食，所以法医判窃盗罪有罪确定，无符合比例原则。更何况他是一个人口贩运疑似人口贩运的一个被害人，司法其实没有贴近这整个事实，也没有还原这整个事实。我们的刑法竟然是冷冰冰的对待林男。监察委员表示，这个案件的被害人伫司法的调查期间，方认定是人口贩卖的被害人，依法爱受到法律的协助。不过，细落的少年一直到2审才有律师来协助伊表达意见，批评相关的定词无够周至。另外，针对法医无考虑细龄的查甫人是人口贩卖的被害人，监委也请法务部建议提起非常上诉，也是再审，落实被害人参与诉讼定词的机制，维护受害者表达意见的权利。记者柯嘉轩、贾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